边不见了。窗边窗的外，繁荣的车水马龙，梦想着我在。近处的万家灯火，思念随风来，徘徊，不言这是我的来释怀。该有的豪迈，梦想的勇往直前，没有了依赖。朋友的祝福满载，我也终于来，期待阳光才照了进来。车水马龙，梦想着我在。近处的万家灯火，思念随风来，徘徊不言只是我的来释怀。该有的豪迈，梦想的勇往直前，没有了依赖。朋友的祝福满载，我也终于来，期待阳光再照了进来。这句就来，花谢会开，思念化作一样存在，在这深深心下。哎呀，哎呀，那还要哎嗨呀，哎呦，嗨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嗨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那还要哎嗨呀，哎呦，嗨呀。
哦，
迷路马路，好晒好大老，哦啊咿呀哦啊咿呀，嘿呀哦，哦啊咿呀。好听吗？好听，很有气质哦。最后一场了，最后一场了，喝一下，喝一下。喝完了，再买啊，促进店家的生意。刚刚在唱歌的时候，脑袋画面啊，充满着回忆。因为这一套表演其实演到今天应该森林是第10场了，但是这样的组合可能不止，但也是今年度的算是我自己的最后一场表演。很开心有认识不一样的伙伴，那我还是要郑重介绍我们的小提琴手张黎。大提琴手松月，阿波贝斯阿力，老朋友了。当然我们这样的组合是真的是第老朋友，好很熟的朋友。这样的组合真的是，我觉得算很难得，尤其是在做原住民的，我觉得是歌谣上面的一个编曲上面的融合，不简单。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的编曲跟累积哦。每天看到这些小姐翻这么大的琴，然后看到越来越壮的那2头，我都不好意思他们，那他们都很愿意。然后我们从今年的8月就筹划了这样的表演，你知道我们花多少的时间练习？再来就是我真的不懂那些乐理的。我虽然是创作歌手哦，但我都只有一张嘴，我就这样吸和弦。他们完全不是这样，然后就说什么要写谱。记得第一天碰到宋月的时候是晚上嘛，在我们公司，然后我说我那时候还以为就是我自己讲得出来什么和弦就好了。然后做的第一首歌就是《负心的话》，刚刚唱的那一首。什么这样啊？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表示的，我应该是吸吧。两个小女生就很惊慌的改了被骗过来了。然后我后来就很认真的用公司的钢琴一个音一个音弹给他们，我们是要一个音一个音把它组合起来，到最后在编曲的时候，我觉得大家慢慢有默契了。然后我要唱这一首也是我们本团编曲的最后一首歌，然后虽然是一首老歌，但很符合我现在心情。这首歌叫《你怎么说》。我没忘记你，你忘记我。对名字你都说错，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。
还给你说过2天来看我，一年就是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。我没忘记你，你忘记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，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。可今天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说？说，把我的土地还给我，把我的土地还给我。我没忘记你，你忘记我。连我的土地你都骗走，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，把我的土地还给我。还我土地我必须对我自己部落、对我的族群、对原住民要有信心。然后我一直在做这些事情。对传统、对过去啊，我都觉得是，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。然后，但是我常常告诉我自己的弟弟妹妹说，我们虽然是原住民，但我们不是原始人，活着好好的，你要堂堂正正的原住民，我们活在当下的。很多人会说，你们为什么要不回去学一些传统技能？我们也想学啊，可是没有这个条件，因为现在有 WiFi 啦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更多这个生活已经充斥好多不一样的焦点。如果我觉得只是一个，就像哥哥讲的嘛，把原住民盆栽化，你要我们回去传统的状态里面，那根本只有赛德克巴莱电影才做得到的事情。不是啊，我们回不了过去了，想回到过去。当然很多歌不限，那我只想说，如果我们活在现在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当好在传统生活上面，很多事情是属于分享。我觉得分享让我觉得我越有欲望想要好好去学我的传统的一些事情，然后用自己的方式，用大家懂的方式分享给更多人。音乐是我身上有的一些方式。以前都在图腾乐团玩摇滚，或者是再早一点自己创作都做民谣，然后结合一些古典乐啊，其实是希望让大家打破这样的原住民的歌谣的迷思的。我还跳过街舞嘞，
古典乐歌曲给人家很容易给人家，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广，大家都懂，然后借重了古典乐器的方式，把原住民的音乐也融在里面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吗？好吗？没有的话继续唱。欢迎我们部落的弟弟，安娜跟马上。有没有还我土地的？要抓好时间。这样会不会拖到大家的时间？我的表演话很多的，我刚才一直很克制我自己，不要讲太多话。另外一个呢？去哪里呀？哥哥走了吗？他们？还好吧，他们很爱聊天讲心事。好，我要唱一首改编我自己的歌曲，这首歌《嘎萨斯的努比达》，我们的约定。有次在卡巴鲁玛卡一定来到我手里呀，你只能独孤的吉他，你让我是你努达布里卡图卡，一手里达巴，马卡拉顿呀不必说，阿卡达瓦人不要搞啥事的，什么努比达，那无人不敌你说，阿拉恩高达。Saya dulu gana ko arunia, malah cinta itu kita. Oh iya, oh iya, oh iya,的努克萨苏瓦努米达，那我能不敌人艺术的，到当那塞比努嘎嘎我阿鲁比亚，马拉兹在鲁布比亚。好想去海边哦。你想去玩水？现在几度？现在几度？13哦。你看，刚他们一唱的时候，他们好青春哦。不愧是15岁到20岁。好，那换一首歌好。这首歌是因为我看到部落的老人家，就用他们的记忆，举办了一个部落很久没有办过的一个祭典，叫做
祈雨季，祈求下雨的季，巴嘎乌拉泰啊，这是祈雨季啊。法文讲巴嘎乌拉泰。但因为这个年代很特别哦，因为他们经历过了改朝换代，然后又经过了宗教革命啊。你知道部落里面啊，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宗教信仰。当然，基督天主应该是最大的宗教，但因为换了朝代，换了不一样的信仰，祈求下雨这件事情就很久没人办了。我第一次看到是2000年的时候，就是我那年要成年的那一年。老人家想要把这个祭典歌拿出来唱，它里面很多很特殊的歌谣。虽然那样的因为很多事情都被气象取代了，还是被宗教取代，可是老人家很想，其实他很想要表达这件事情，是我们本来也有这些对土地、对天气的一些感谢的一些仪式。虽然那个歌不能随便乱唱。唱就会下雨的。那年真的很特别，那年唱完那年的丰年祭都在下雨。可能太久没唱了，一次爆发30年的力。更可怕的是连续3年都有台风，很悬哦，真的很悬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感谢那样的老人家把那样的故事就传给我，那我也看到那样的祈求下雨是一种大爱的精神，于是我就写了这首歌叫《祈雨的妇人》还是有一点点威力，听说唱完还是会下雨。也分享给大家听《祈雨的妇人》。
看一下外面有没有下雨。你看看排队有没有人到你们？对，辛苦你们了，为了偶像。我会加油，我会把原住民的音乐，然后用很多方式跟很多不一样的人分享。去年发了一张专辑，去出国8次，是我人生出国最密集的。我好像感觉半年都在国外，你知道吗？妈妈打电话过来，我现在在巴黎，很忙。等下要去哪里？要我要到东京了啊！国际艺人。我会分享我在国外的生活的照片。那好像我不知道那什么日子这样，但反正我唱的，好像一开始大家都听不太懂。一开始我很害怕，因为出国表演感觉很像一个很慎重的事情。后来发觉，反正在台湾唱也没有人听得懂。一次出国就没有那么害怕，然后尽量在音乐上面。这一年哦，话突然变多，因为觉得他们在听不懂，我就翻脸了，我一定要讲中文，让大家懂。然后运气很好，就在去年被很多老师们注意，然后有一个老师很特别，他姓严，他也是个总裁，叫严长寿，然后他把我约去一个密室聊天。没干嘛，他送我6本书而已。原来他是作家，我现在才知道的。他台湾做旅游、做观光，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前辈。他觉得这样很好，就是他有些传统东西可能大部分人没办法接受，但透过不一样的音乐的编曲方式或者表演的方式，慢慢的会有人会了解这样。他很支持我，那我也希望说我会继续努力。让他看到的不只是这样，所以后来才有森林系啊。他叫我说他叫我的3件事情做好，把母语学好嘛，我觉得是本分。再来就是你要出国的话，要把英文学好。加油！我要加油！I try to。然后。再来就是多看一些表演，的确啊，我自己本身在表演，可是我自己好少去看表演，对啊。如果你们最近有什么表演要跟我讲啊，好啊。对，你们在表演吗？对啊，我就多去看表演，所以今年也接了很多音乐节的活动，其实也是想要去多看看别人怎么表演。但在表演过程中才发现自己也蛮特殊的，因为只有我在唱母语，不想让大家很迷惘，就是这个音乐季到底是请人一个什么国外的乐团来，所以有时候偶尔会穿插一些，具备有偶像特质的歌曲。然后我常常挑战，我一定要挑战最难的，我挑战这首歌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蔡依林的《舞娘》。好像蔡依林不是很红哦，你的尖叫声没有那么大声。我试试看，你没有听过吗？她唱《舞娘》的，可能外国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蔡依林很红。给外国的朋友讲说，署名在台湾比较红。欺骗别人。好啦，《舞娘》。
在痴心的追随，那一眼那么久放纵的台阶，我轻轻抖落了汗水，点亮了情点，一层一层把我紧紧包围，我要让世界忘了谁，你的心事倒映在我的眉间，放弃的快乐都实现，难过的摧毁。旋转跳跃，只想看得见。爱人下面我明显，我不能忍受，我想。这些少女有一点矜持好不好？感觉你好像跟马丹娜是同样的阶层。怎么这样啊？带他们出来表演也蛮好玩的。弟弟们也是，我曾经跟他们讲说我要拍一支 MV 这样，啊一拍了，就是他说他们很爱跳街舞，然后拍了嘎巴，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嘎巴的 MV 没有？去穿长头服跳街舞，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。然后当然他前面还有一个打草稿的一首歌叫改油印，那更奇怪就是穿传统服，然后在茅草屋前面跳街舞，然后穿拖鞋在海边跳街舞，但就有一种浪漫，然后又淳朴。我觉得啦，浪漫淳朴，浪漫。不要这样，我来台湾20多年。我很喜欢这种感觉，就是年轻人有朝气，然后对自己就是对自己的文化有活力这样。我们都一样，都没办法决定自己出生在哪一个家庭、哪一个族群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事情。我选择唱母语，其实也是花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在慢慢反省。有首歌陪伴我很久，那也是我很早期的母语的作品，路在哪里？
祝阿古拉拉，沙古哈拉的那古，一祝阿古拉拉，那那伊拉古爸爸西番那。好，讲讲明年想要做的事情。今年快过完了，要长大了，你们不要跨年又圣诞节了。我明年还是一样，就是一直在做自己音乐的事情，然后最希望的是明年可以再发一张母语专辑。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不发国语的哦？我怕我发国语的马上爆红。啊，没有。其实我告诉我自己哦，就是我都当兵2年，奉献2年的青春给我自己的国家，那我应该也要奉献2张专辑给我自己的族群。所以忍耐一下好不好？明年署名的族语专辑一定更精彩。除了发专辑啊，其实我也想要做一个很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啊。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台湾很喜欢办音乐活动，好多音乐节哦，就是什么葡萄柚音乐节、水蜜桃音乐节，还有什么黑尾音哦。黑尾，反正呢，连台东有什么世家音乐节，如果神话也可以音乐节。我搞不清楚这些农特产品很厉害的，但也好啊，我觉得也好，就促进当地的一些文化嘛，对，还有一些产业。可是很奇怪哦，就是我在台东啊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音乐节是全部都唱族语的。台东既然号称是全台湾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地方，族群也是最多元的。台东有7个原住民族群。其中还有一个在外岛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个很少那个最近证明的噶玛兰族，就很少人的那种。
还有一个每次一直号称金曲奖可以盖房子的非男主那个阿美族4重，可是就没有一个演唱会有没有办法全部唱主语，然后在自己部落，老人家也很好奇啊，就是一说演唱会，可没有一场演唱会是老人家听得懂的。我就自己想说，好嘛，那不然我自己办演唱会，我的心愿呐、然后当然不能输掉，不能逊掉，还是要我自己要想办法让规模变大一点。就是好在去年跟今年的事业，我在华山 Legacy 就是有办过 Legacy， 对吧？不要纠正我会加油我的英文，中文不好，英文不好。就是有办过到1000多人的演唱会，2个小时，我很开心。那时候观众没有因为听不懂而离开，反应很好，让我觉得我很有信心继续走下去。所以想要把那一套表演回去带到我自己的部落里面，一方面也想要告诉部落的年轻人啊，对我们的文化要有信心，就是大家努力用很多方式，一个演唱会可以呈现的不只是歌谣，连服装。连传统护士都可以用投影灯打，我觉得那个很多。你周边商品外面摆地摊，你也可以摆一些手工艺品。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文化产业。如果我们有一场全部都唱主语的演唱会，所以我明年想要在都兰小巨蛋办主语演唱会。都兰小巨蛋就是都兰国中体育馆，不要想得太大了，它没有很大，而且当然可能有很多技术上面的问题要慢慢去克服。然后，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些事情的可行性，那跟它的困难度，不会放弃。然后，如果大家如果真的唱的话，大家就请尽量就是去都兰去，就不要住饭店，住民宿，每一个阿姨都认识我，真的，因为我就在那边长大了。对，你要知道我国小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就已经要只好住民宿，认识那些阿姨才有办法。还有吃，他们很多原住民的吃的东西。那我也会回去早点跟那些部落的妈妈阿姨讲说，你们要准备，就最好还有说有什么生态导览啊，这样一系列的。如果不会的话，然后还有手工艺品。然后摆摊会，演唱会是免费的，好不好？但是希望大家都在那个时间去大家去，这是免费，我请客。我让部落的老人家知道，就是我们可以找到不一样的方式，这样在这个时代，用我们的文化跟祖先给我们的技能。那小朋友呢要干嘛？除了表演以外，其实我也想要让他们练习做一些传统技能，像砍竹子，阿美族最会了。台东不是很多装置艺术吗？我就要这些孩子去做这些，就这个要办很大的演唱会，好啊的，先去砍竹子，你知道那感觉吗？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，那我们可以呈现的不只是唱歌而已。还有很多东西，那用竹子可以做很多传统建筑的结构，或者是一些传统的技能的表现。就在那个时候，舞台就可以让孩子尽量挥洒他们身上学会的。我是这么感觉的。然后对外面的人来讲，我觉得他们得到的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收获，因为别的地方看不到，就只有都兰看得到。然后提升部落的价值，提升文化的价值，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。好，明年。都兰小巨蛋见。
好，时间过得很快，这场戏剩下最后一首歌要结束了，好玩吗？今天好听吗？不好意思，让后面的朋友罚站了哦，下次知道早点来排队啊。小巨蛋一样哦，没有办法啊。当然小巨蛋名额有限啊，虽然是免费的啊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然后最近开始接触一些主流的歌手跟艺人的。如果你上Facebook，你应该知道啊，我的等级到哪里了？好，我会加油，然后真的会加油啊！也希望大家给我多一点的信心啊！看看能不能粉丝破几万啊？10万，我不敢讲呢，破13000就可以了。哎，最近破13000了吗？不知道。不晓得，我觉得还不够强啊。看看能不能在明年3万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刚好是小巨蛋的人数。那把这个当做一个理想的，然后不要放弃啊。没有的话，就支持一下署名偶像的周边商品。其实刚刚讲的母语演唱会在台北已经办过了，然后很开心，有很多朋友支持我，在最艰苦的方法，还是把它完成了。就是应该是台湾首张母语双 DVD 演唱会啊，外面有卖可以去参考看看，这样你对小巨蛋的幻想就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example。我的针口可以弹吗？可以，有吗？那就教大家一首阿美族的歌好吗？这是我改编我们自己部落的一个传统歌。阿美族一种唱歌方式，一个人当领唱，然后其他人搭唱的只要反复的同样的一句，会给领唱者力量。试试看啊，我当领唱。我这边有弟弟，他会带你们哦，不要害怕啊！啊呜啊呀啊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呀哦嗨呀，啊呜啊嗨呀哦耶呀，哦嗨呀呀哦嗨呀，啊呜啊呀啊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哟咿哟嗨呀，哦嗨呀呀哦嗨呀，都要唱哦，好吧，孩子们都要唱哦，不要放弃自己。
谁放弃自己？好，谢谢大家，孙律师。关系啊，真的是，对，我们还有明年，对，没有明年的，外面署名有在签名，我会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不是只有现在，放心里面还会再一次的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